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高空反氣旋繼續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同酷熱嘅天氣。本港今日大致天晴，日間天氣酷熱，各區嘅氣温升到31至34度，上水更加升到35度。預料週末天氣酷熱，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，戶外工作同埋活動要注意防曬同埋補充水分啦。轉睇下11點鐘氣温係30度，相對濕度82%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。最低氣温約28度，日間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，吹和緩西南風。隨後一兩日持續酷熱同埋大致天晴。跟住關心澳洲天氣，受到大澳洲灣嘅低壓區影響，澳洲南部風勢都幾大。氣象局發出破壞性風力預警。禮拜五下晝至到晚間，沿岸地區將會吹起強風。天氣轉做有雨同埋雷暴，部分地區更加可能有冰雹。當局就提醒市民留喺室內，並且將車泊喺安全地方。隨住低壓區東移，維多利亞州亦都會受到影響。週末墨爾本最低氣温只有10度，體感温度將會更加低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。廈門天晴，台北天晴，上海落雨，北京天晴，瀋陽落雨，首爾多雲，大阪、東京落雨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驟雨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大風，布里斯班天晴，惠靈頓落雨，奧克蘭驟雨，孟買落雨，新德里、卡拉奇落雨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多雲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雷暴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天晴。羅馬多雲，蘇黎世天晴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巴黎雷暴，倫敦阿姆斯特丹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